下雨。哎，很可爱你的伞，怎么有加浮浮的？就有加须须这样。突然有勇士舞，勇士舞以前是拿长矛举那个长矛，日据时代的时候，日本人怕被晒得跟发廊，怕被出草，所以他们就后来就要求阿美族用伞。阿美族没有看过伞啊，以前的那个时代，他们觉得伞打开的时候啊，很多刺，感觉很像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。所以老人家也是接受了这个东西，所以从日据时代就开始用伞，但是那个对在长矛上面的装饰啊，就那个须须啊，还是一样沿用在那个伞上面，就会有那个彩带须须的，我们讲灰灰啊，不是狒狒啊，对狒狒的，这样，所以他们的伞加灰灰就是勇士在用的呢，这么小的勇士。哦，这个是故事哦，你们还可以接受吧？好像老师在讲课呢，会不会有点受不了？我觉得你们好安静哦，好像在看电视一样。怎么办？没办法转台。